第二幕，旧皮箱的流蝶。离开着无向风，孤单流浪，不是阮爱空洞，有诶无地。台北的天气真热。将我也找无头路，爸母呀，你老要靠阮前途。喂，少年的，买槟榔啦，手槟榔有去的呢？我无，小姐，我欠学。小姐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台北唔知安怎行？你讲要去倒位啊？台北啦，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，我想要来去遐打拼。你这个爱做面貌的戆囝，连已经到台北啊，就唔知影。你唔通看我怂怂，就想要骗我。台北是四界拢是黄金的所在。哪会甲阮土地同款，也有槟榔担？你掠准台北人无咧步槟榔树，那安尼我要袂上。这敢毋是三重埔？啊，你就知啊，搁你问。我是要去台北，毋是要来三重埔。你讲台北市哦，后摆要讲清楚，三重埔嘛是台北，警察是台北县。小姐，我甲你探听一下。你毋知影倒有在欠骹手？你要切头路哦？我先，你看我这骹旧皮箱，嘛知影我是旧皮箱的流浪儿，当然是出外要来找头路打拼的。你甲我槟榔买一包，我再来报讲倒位有咧欠人。我无食槟榔啦，阮阿母有交代，到台北都要骨力做，欠啊开，有一天。才会成功倒转来。阿秋，你今日生理好无？阿妹，你要去上班咯？是啦。这位是？我堪生啦，对中华来，要来台北找头路的啦。哦，阮工厂有咧欠洗的工人，唔知你要做无？人讲行行出状元，哪有工课通做？逐项我嘛紧。那安尼，你跟我来去。好。ham生，你真是槟榔无爱交管一下。阮个兵马顶有水姑娘安尼。免啦，水姑娘啊，遮都有一个啊咧。讲你ham生，搁甲我讲话。先兄，无咱来去。阿秋小姐，再会。